去7十8十，就一个少年家，大人问地上一定叫阮买剃头，请问人客什么形体？你才较介意？乌鲁巴克太空飞钱，若无分73。阮就是你花小姐，青春正当时，可爱的你花姑娘，来啦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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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你发是你发，不过我是你发的小姐。吹出着电吹的风，就是恋爱风。若是不信，请你来吹，心心飞上天。手面的手，亲像麻糍，又软搁又白。阮就是你花小姐，青春正当时，可爱的你花姑娘，来啦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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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三好的迄个人客，不是对阮洗目睭，看起来相当飘逸，心头微微，害阮无意煞来刮着人客的嘴皮。工钱摕无，也受责备，白白做戆工。阮就是你花小姐，青春正当时，可爱的你花姑娘，来啦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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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